淺白講放生，大家好。好多朋友平時想做放生，想積功德，培慈悲心，但一睇成套舊儀軌文字就頭大，好多詞句睇唔明白，唔知每一步到底係做什麼，有什麼用意。仲有好多人只顧跟流程念經，忽略咗動物捱唔住、環境生態、不良商人撈亂子呢啲問題，本來係善事，最後反而害咗小生命，破壞自然。今日就用街坊大白話，逐段拆解簡化版放生流程，再講晒適合唔適合放嘅品種同地點。行善要長遠周全，唔好做一次性有後遺症嘅善事。整套放生簡化後，一共6大步，分別係稱名、懺悔、皈依、念佛、放生開示、回向，全部縮短誦讀時間，唔好拖拖拉拉拎籠入面。水桶入面嘅動物缺氧捱苦。第一步，稱名，誦1遍就得，唔使3遍，縮短時間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，南無觀世音菩薩，南無大勢至菩薩，南無清淨大海眾菩薩。大白話解釋：釋迦牟尼佛係教我哋慈悲行善嘅老師，阿彌陀佛代表安樂解脫，觀音、大勢至菩薩時刻憐憫受苦眾生。簡單誦一次作為開場，邀請佛菩薩作證，心定落來就即刻進下一步，唔好重複幾輪令動物困擾。第二步，懺悔，淺白默念一次，無需長篇。往昔所做諸惡業，皆由無始貪嗔癡，從身語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懺悔。我哋從細到大，無意間都傷害過唔少生命，捉蟲、食海鮮，一時發脾氣傷人，全部源於貪心、暴躁、糊塗。放生之前簡單反省，真心以後多憐惜眾生就得，唔好坐低諗半個鐘，浪費時間令桶入面魚蝦缺氧。第三步，皈依，輕聲快讀1遍，唔好拖長語調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佛兩足尊，皈依法離欲尊，皈依僧眾中尊，皈依佛不墮地獄，皈依法不墮餓鬼，皈依僧不墮畜生，皈依佛境，皈依法境，皈依僧境。每條魚、龜、雀仔都有靈性，引導佢哋結佛緣，將來有機會脫離輪迴。記住細聲，快速誦讀，唔好圍住水桶長時間逗留，動物困擾驚慌，隨時會休克死亡。第四步，念佛，連續輕聲念10幾句即停，唔好持續10幾分鐘。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佛號會為眾生種下解脫善根，但千祈唔好圍住動物長時間不停誦，空氣唔流通，水質渾濁，小動物好容易捱唔住離世，善舉變傷害。第五步，放生開示，幾句說話帶過，簡短祝福，希望你哋今日重獲自由，安享天年，臨終時成佛本願，往生極樂。唔好長篇大論講道理，幾句溫和祝福就足夠。講完即刻開放，盡快將眾生送返自然環境。第六步，回向，簡短誦1遍，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，上報4重恩，下濟3途苦，現憫諸眾生，悉發菩提心，準此一報身，同生極樂國。好多人以為功德要留返自己，其實放下執住，將善功分享所有受苦生命，善念先會廣大。亦都提醒自己，行善唔好只顧一時感動，要顧及長遠生態同動物存活。重點補充1，適合放生嘅物種同安全地點。適合放生物種1，本地原生淡水魚、鯇魚、鯪魚、鯽魚，本來就生長於香港河溪、水塘，適應本地水溫、天氣。2，原生淡水龜、草龜、土生品種，唔會搶其他生物糧食。3，原生野雀，本地麻雀、白鵪鶉，山野郊外可以覓食生存。4，近海淺海魚蝦、魚、泥，放於海岸淺灘、
符合原生棲息環境，適合放生地點一，遠離漁民捕撈網具、魚排嘅天然水塘、山間溪流；二，郊外無人捕獵、少遊客打擾嘅樹林山坡；三，水流流通、水質乾淨嘅天然海岸淺灘；四，政府規劃嘅自然保育區，有完整生態鏈，動物容易揾食。重點補充二，絕對唔適合放生嘅物種，危險地點，千祈唔好放嘅物種，放生等於製造災難。一，外來入侵物種，蘇卡達陸龜、巴西龜、紅耳龜、清道夫、福壽螺、食人鲲。巴西龜會吃光河入面魚蛋、小魚，清道夫破壞河床藻類，令原生魚類滅絕，嚴重摧毀本地生態。二，人工專門養殖觀賞魚、觀賞雀、金魚。咁你寵物鸚鵡長期人工飼，唔識自己揾野生糧食，放出去會餓死。三，肉食烈性物種，鱷魚、大頭龜、野豬會捕殺大量原生小生物，打亂自然平衡。四，病弱、受傷嚴重個體，身體帶病菌，放入野外會傳染野生族群，亦難以存活。絕對唔適合嘅放生地點一，魚排，漁民經常撒網落籠嘅河邊、海邊，放完即刻會被捕捉。二，市區人工噴水池，細小景觀池塘，空間細，水質差，無天然糧食。三，封閉死水潭，水流不流通，容易爆發細菌，動物染病死亡。四，公路旁淺溝，市區公園水池，遊客、野貓野狗多，動物難以保命。重點補充三，拆解三大好心做壞事嘅放生陷阱，行善要長遠持久。第一個陷阱，不良商販專門循環撈捕，好多攤販知道大家會定期放生，專門一早落網捕捉魚龜，擺攤賣俾善信，等大家放完，轉頭又落網捉返同一批動物再賣，不斷循環，小生命不停受驚，困於水桶，來回折騰，好多未放就已經陰暗一息。改善方法，盡量揾良心飼養場，唔好光顧路邊流動攤販。放生前觀察攤主，唔好一次過買幾百條，減少商人為咗生意大量捕撈。第二個陷阱，人工飼養個體無法適應野外，等於緩慢處死。長期人工飼嘅觀賞魚、寵物雀，從來冇自己揾蟲、食水草嘅經驗，野外天氣轉冷，缺乏飼料，遲早餓死凍死。就算係原生魚，如果細個就人工養大，都難以面對野外天敵。改善方法，優先養本地野外捕獲、生命力強嘅原生品種，唔好隨便將寵物拿去放生，養唔落手可以交俾動物保育機構。第三個陷阱，外來物種放生，引發長遠生態災難，善事變禍害。好多朋友唔分品種，隨便將巴西龜、清道夫放入河，短期睇係放生命自由，長遠整個河溪生態會崩潰。外來物種冇天敵，瘋狂繁殖，吃光本地原生魚蝦，屬於不可逆轉嘅環境破壞。呢種只顧一時心軟，忽略後果嘅行善，就好似一次性筷子，短暫用完就留下永久傷害，完全唔持久。最後總結提醒，真正圓滿嘅放生慈悲，唔係背完整套長篇儀軌，追求形式齊全，而係將小生命嘅存活、自然環境嘅平衡擺第一位。一、儀式盡量精簡，速戰速決，減少動物驚慌缺氧。二、揀本地原生物種，遠離捕撈嘅天然保育地點。三、杜絕幫襯循環撈捕嘅不良攤販，唔放外來入侵生物。四、行善眼光要放長遠，唔好只圖一時心靈安慰，避免造成生態破壞，更多生命受苦。心入面放下我做咗善事嘅執著，顧全眾生同大自然，先係符合空是因、無常果、捨我執、歸淨土嘅圓滿慈悲。空是因、無常果、捨我執、歸淨土。
南無阿彌陀佛，今次同大家講住咁多，喜歡我嘅影片，請俾個心心，加埋我嘅頻道，有新片會即刻通知你，拜拜。南無